其他另外我都想問下，可能對於下一屆議會，你哋文化界或者電影界，希望政府或者議員下一屆可以有啲咩？我如果電影界咧，我當然係希望更加除咗喺個資金上、資源上去大規模去支持啦。我覺得喺分配人手啊，喺啲細節上更加仔細咧，就令到我哋推進或者係個保留返香港電影特色嘅一個更加需要嘅步驟咯。因為政府一直都支持，但係我覺得就更加做仔細會好啲咯。黃福園有火災啦，佢覺得會影響咗嘅投票意欲啊，你會點樣鼓勵翻啲市民要出嚟投票啊？當然係呢件事係好沉重啦，我同屋企人同埋大家都一樣，咁每日都好關心。如果有能力上，我覺得大家喺呢個 moment 一定要大家要去團結一心去協助，希望早日受害嘅家庭啦，能夠可以過翻一個平安嘅日子啦。